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和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那开始啊！好，来跟大家先拍个招呼。你好，我是龙，大家好。大家好，我阿迪。今日较特别，这是咱这个台语话故事这个单元第40集。所以咱一礼拜一集，敢若过年有休一届。所以安尼算起来，就差不多41个礼拜啊。是吗？41个礼拜是毋是我要一年？一年是52个礼拜嘛。咱是6月初开始。安尼。总共一共40集啦，嘛无简单，我嘛无想着讲做到40集。因为拜一路疫情的关系啦。一部分是，其实有真侪原因啦。当时是我会做台语话故事即个单元，其实甲我原本做其实无啥共款。我拄开始，恁若是咱较固定的听众吼，老听众，凡说知影讲我过去真正做的事，第一是甲市场有关系，主要是访问的吼。另外一个就是我有兴趣的人，我讲伊真趣味的人，我嘛会甲访问吼。但是迄个时阵用的是华语。就是咱讲华语主要是华语因为甲讲的对象有关系。我全台语无一定大家听有对啦。那迄时嘛其实嘛无想着特别想过讲要用台语来讲只是讲因为真侪这个过程中，其实甲头前这个故事嘛拢有关系。这个过程中慢慢甲想起讲我若用这个台语来讲一个故事毋知是啥物款的感觉所以当时是其实是慢慢有伫想这个代志。那因为咱即届第40集包括着头前有2集是即个特别的访问还有一集是咱去大潮埕就是我甲阿露露所以总共内底包括3集是甲一般的故事无啥共款的还有咱的开头试播集是我甲你做试播集的时候迄集无故事其他每一集其实拢是有故事的。是的这个故事真侪拢是我家己伫做功课用心良苦来去找资料确实讲实在用真侪心血，真正是爱真侪心力真侪时间啦那想讲嘛拄好嘛40集吧我家己回顾一下嘛甲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过程当中我有做一寡代志或者是我家己一寡心情我的心得我要做这个全台语的广播嘛不是广播啦 podcast 其实毕竟甲主流目前主要台湾伫使用的语言嘛是无共款你若看这个华语总是真侪但目前嘛无讲专门为着一个比如讲咱讲本土语言也是母语来做即款的这个不管是分类啦颁奖啦等等拢目前是无即个物件所以真侪有当时你嘛会感觉讲甲大家无一定斗会起来甲真侪 podcast 有咱嘛有机会互动但是你真歹去甲因讨论对中的一寡问题因为咱虽然拄着问题无啥共款当然因为我敢若讲台语这件代志可能你会拄着讲那我真正有要访问一寡人迄个人无一定会得讲台语是啦因为讲嘛袂练等过来嘛无法度表达所以我的主题其实嘛有一寡限制当然我目前嘛拢会优先真大呢优先会先找甲台语有关系一寡我认为真趣味也是真当伫做一寡计划甲大家分享所以会做即款物件啦当然主题对我来讲就较确定加上即个双方制作伙咱伫无来宾的情形下咱就是两个互相来开讲来讲故事看你的反应安尼就是当初是伫做即个台语话故事的时阵一个主要的咱讲基调就是基础的即个基础之上伫咧即个基础之上咱甲去增加其他的物件做一寡三不五时做一寡无共款的物件真好如果还有较外来是嘛是好事对就是有当时会无共款的物件所以想讲回顾就是讲咱这第40集都
做一寡无共款的物件，就是我这一集都无讲故事，咱今日就真正是单纯的开讲，闲谈，纯聊天，纯聊天纯开讲啦，单纯的开讲一个嘛，就是甲大家分享讲。我一个，嘛，互大家练习一下啦吼，因为若一个无顾的情形下，我的语速都可能会较紧一丝啊。我紧，我会甲你纠调咧。大家来即个习惯一下，惯习一下吼，讲进前我阁有顾，我至少速度会较慢一丝。没啦，即马渐渐有伫改有差啦，有伫调整啦，吼，希望好讲，互大家讲紧往紧，至少听会清楚我伫讲啥。无啦，咱要讲话吼，若讲人听无的时间啊，较无必要。听无我也毋知你伫讲啥，你自然就会无兴趣啦。你包括讲像我若看英语就好啦，咱的影片我都袂去看，我听无啊，对不对？对啊，就是安尼啊。总之是我伫做即个台语的故事，拄开始未做即个物件进前是，其实我有一寡相关的代志，就是比如讲我捌伫咧即个咱讲医疗个表第2个单元内底有访问过一个叫做 M 一个比我较少年人，一个少年人吼，伊是家己伫学台语宜兰人，伊想要甲台语学倒来，学倒转来，所以伊就有去家己去学，伫网络顶悬找着真侪资源。当然因的学的方式甲咱过去学台语的无共款，因为伊是等于讲袂晓台语，重新去学倒来。迄个学起来吼，咱讲实在啦，甲咱平常安尼讲，迄口味完全无共款。爱加练习啦，嘿啦对啦，你就是爱定讲久你就熟手啊。对，因为只是讲我伫看伊伫做即个物件吼，伊嘛有甲大家分享讲伊做一寡过程，或者是要甲大家做伙分享伊学着的物件，嘛真受着欢迎。我讲嘛袂歹，所以我迄时我有邀请伊来访问，因为台语抑阁无法度到完全会使对谈，对讲袂使对谈，所以我迄时嘛是共款用华语伫咧访问吼，只是讲迄个时阵慢慢就有即个连接伫咧，有即个意识，想讲要做安尼，开始想讲台语反射嘛是一款做法。迄时阵开始过去无去特别去想着，但是确实是较困难啦。当然伫想的过程中当中嘛，知影讲这是一款方式，但是即个方式要向倒位发展，这嘛是另外一款的吼。迄时阵开始有伫考虑，嘛伫想讲我到底是要找谁来合作，或者是讲。内容应该是啥物？是故事，还是新闻，还是因为其实有真侪物件通讲。比如讲我之前嘛有伫讨论讲，反正我会使用台语来讲国际新闻。因为国际新闻，慢慢大家愈来愈注重啊。问题是大家拢是用华语伫讲国际新闻，所以真侪物件较方便讲。所以咱有可能无就是讲用台语来讲国际新闻，其实嘛伫讨论这物件。到尾伫做调查了，发现讲大家根本想要听故事，我想好，既然大家互我的即个反应，就是讲因想要先听故事，我就想好，安尼咱就用故事的方式来用台语来讲故事。我甲你讲好无？为什么讲较爱听故事咧？你若问我来讲吼，所以人甲咪讲听故事就好，因为即个你若讲国际新闻。电视台历史消息随时拢有吼，但是你真少听到台语。我知，但是迄种共款，我只要知较要紧。你用台语来讲有啥嘛？迄个名称嘛无讲会真顺口。其实我一开始想要讲的国际新闻是迄款大家袂去注意电视顶袂去报上迄款较趣味笑亏。大家讲哪有可能这个国家做这个奇怪的代志？这款的就趣味好耍的。无啦，若好耍的来讲笑亏，我看可能会较好，较趣味。对啊，我拄开始其实国际新闻是要找一寡种，就是电视台无可能去报上的迄款趣味的新闻。发现伫倒一个国家有一个什么足奇怪的人做一个足奇怪的代志，这款的啦。你来就讲新闻讲国际讲倒一国拍倒一国，敢若听了会神咧。我即摆来问你，我拍来拍去，我即摆要交代哈。其实就是是毋是即个牵涉到有些政治的部分去？讲实在，以我个人来讲，加减啦。要安怎讲？我无要稳重讲我家己有我家己的政治的想法，我家己的立场吼。甚至伫节目当中，我嘛袂讲去讲即个代志。我认为过去伫咧讲咱莫讲政治莫啥，毋是一个上好的方法。只是讲，因为我家己有我做即个节目的。上重要的物件，就是我希望透过用台语来讲故事这件代志，而且是主要是在地故事为主啦，为主，毋是讲三不五时可能掺杂其他的啦。但是以在地故事为主，是希望讲慢慢甲咱台湾家己的即个台湾人的一寡意识，甲
放做伙，因为故事其实影响足大的。你对人的想法，其实甲对这个环境的看，甲你经历过什么故事有关系。个最主要讲用台语较困难所以讲嘛会当互一寡人通学习啦，会当听有啦，莫讲学习啦。最起码嘛，真侪人有想要讲，我要用这种语言来甲人开讲，可是因为着无迄个环境，你佫无迄个对象通学所以讲你安尼做事，我感觉嘛是好的啦。对啦，就是嘛是希望讲慢慢会使做一寡无共款的物件出来，主要嘛是希望讲大家会使透过这个故事，更较认同家己过去伫这个土地发生的代志，或者是真侪咱讲鬼仔古啦，还是一寡台湾的妖怪啦，像咱之前讲这个伊仔古啊，民间的传说啊，等等，其实这拢是咱家己本身的文化，这是咱的文化，咱的历史，还有咱的真侪。过去真侪物件包含伫内底，所以才会希望讲透过这个故事来互大家了解。所以可能伫咧 podcast 内底，我都真侪甲政治有关系，或者是甲国际之间关系有关联的，我都无伫咧 podcast 内底讲。但是并毋是讲我会去闪避这个问题纯粹讲者打正式写法讲法，讲这个字闪避的避，其实念做避。伫咧闪避，避咱嘛会晓念嘛，但是嘛俗称啦，可能毋是遮正式，但是咱定定讲闪避，但事实上闪避对，咱拢讲闪避，但是其实是你若真正比如要考试的人，即是就讲要考试的人，你就会讲闪避，你家己注意一下，莫讲我讲闪避，你就到时写闪避，你无考怪我要先顺便甲你提醒一下我袂去闪避这个问题只是讲有当时比如讲最近这个俄罗斯罗斯甲乌克兰当然台语目前无正式的翻译，但我捌看有人是翻做乌克兰乌克兰敢若是我袂记得反正无要紧就是像这个问题因为作为台湾人，我认为你看乌克兰这个伊甲罗斯之间的关系，其实有真侪家己的，咱讲投射，投射是较华语的用法啦，因为台语无这个词就是讲有一寡你的想法，或者是咱会讲甲咱的处境真像所以有真侪家己的想法。当然，我家己的心情，讲实在，这几工仔嘛受到真大的影响。伫看其他国家的即个情形，咱家己嘛会烦恼家己的环境会有这款的烦恼。当然烦恼确实是我烦恼是无效，但是我认为敢若关心本身就最重要的，关心一件代志，关心一个议题本身拢最重要的，因为咱是民主国家，透过选举的方式选出无共款的人，就是希望这个人来代替咱做一寡无共款的决定但是这个决定绝对毋是讲我选出来了我就无代志激化激化就是讲无我的代志咱的读音敢若无啥共款我敢若拢会讲激化可能毋知咧，我甲你无共无共觉我甲你无共觉无你的腔口较复杂一些较乱毋管啦反正就是这个我是认为讲咱选举拢是一时的代志，但是选举了后真侪咱对社会议题、对国际议题、外交等等，咱共款继续关心，因为这才会对咱选出来政治人物有效果、有影响。希望伊去做出对咱来讲上好的决定。这是我毋是要甲大家讲立场应该是安那，就是讲毋管你是啥物立场的人，咱拢应该去关心这个代志。这是咱家己生活。最重要就是讲咱但是日子嘛是爱过。真侪年前，确实是安尼两翁仔某为着政党同离婚，这是事实的。两个讲袂合，我紧我讲这最正常的代志你世界各国拢共款美国嘛是安尼你感觉有这个必要吗？毋是必要无必要的问题啦，应该是讲如果信用其实政治有当时是一款信用甲理念。我知，但是你今日以家庭为主，嘛有人嘛，对，这就是你的信用你信用的是讲这个家庭是较重要，但是有的人的信用是伊认为某一寡理念是伊人生当中要追求的，就敢若有的人信佛教，有的人信啥物教，可能两个宗教无共款，嘛会要甲离婚嘛会对所以种为着钱，还是为着宗教，为着政治理念会离婚的人，讲实在就是会离婚。我讲不管什么理由，迄拢是离婚。但是对无毋对啦。但是你来以家庭为主来讲，你讲信教，咱虽然会信用，但是为着恁讲
政党的问题，你支持这党，伊支持这党，其实拢甲你有啥物特殊的其关系实吗？所有的政党伊啊背后真正你讲的是你信用的是什么款的理念，你支持的是什么款的理念，政党只是伊外口的一个形式。所以今日若有一个党的理念，搁较接近伊的想法，伊会搁较支持迄款的。你即马翁仔某，咱这厝内是你家庭的生活，你想看嘛？像你出美国嘛去是是安尼啊。随人的啊，你干嘛要这样？但你想讲美国嘛是安尼啊？美国有支持即个民主党的，嘛有支持共和党。美国两个大党是安尼吼，目前的总统是民主党，进前的总统是共和党。那因之间其实你嘛知影，咱定定伫讲啊，台湾安尼无一定是两个党派，两款的色吼色子吼，咱讲蓝色、绿色吼，大概安尼讲啦吼。即个两边安尼定定咧规工吵吵闹闹，讲实在，第一是我讲这无啥物了不起吼。你若看美国，你看伊吵甲更较大声，但是美国因为安尼绑架嘛无嘛吼，所以简单讲啦，应该讲，我认为这是一个真定会发生的代志吼。你看台湾还有受到中国的压力，所以咱真侪物件是你受到即个生存压力是产生的支持度，但是美国无咧。美国两个党派，你无讲足奇怪，这两个党因的理念无共尔，其他美国已经是上大的国家，上厉害的国家，有啥物好玩的？但是每一人对国家应该走向什么方向，这个社会应该生做什么形式，有无共款的理念甲想法，共款会使玩甲乱七八糟。我是感觉讲吼，迄是个人想法，没有对跟错啦。毋过以我即言来讲，家庭就是家庭啦吼。莫讲吼，为着恁的色彩，我感觉较奇怪的是讲，无必要。我感觉较奇怪的是讲，若一对翁仔某伫要结婚进前，都照理讲应该知影因各自的立场是啥物，所以有法度结婚。结婚了，奇怪。结婚了，再为着种色彩来离婚，所以这是足奇怪，因为真少会因为你打支持什么向向步出来，应该是进前你结婚进前你就应该是这款的立场啊。我就无了解咯。所以事实上内容是啥物咱毋知啦。无你甲表面上是安尼，但私底下根本是因为其他原因嘛有可能。对啦，嘛做一根草都要背倒啦。有当时是一个表面的理由啦，一个爆发点啦，嘛有可能。平常时就真正门市帮斗白吧。就等啦。对啊，都有当就歹讲的啦。这咱拢无法度去讲啥，只是讲，确实拄好讲到政治这件代志嘛，互大家了解些。其实我本来是想讲，这一集是较轻松开讲啦，我嘛无想着讲伊个讲倒来这较严肃的代志。主要就是因为确实最近这几工啊，咱录音的时阵啦，因为当国际局势是千变万化，每一工每一点钟拢在变化，所以拢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这一集伫咧发布的时阵是啥物情形，讲实在我嘛毋知影但是。至少我伫咧录音的当下，即个国际局势还阁是真紧张的所以我家己其实一直伫关注这新闻，当然嘛会受到一寡影响。日子嘛是爱过无毋对但是嘛希望讲大家会使斗关心嘛会使了解一下嘛，看家己的台湾的情形是啥物款，家己嘛爱加注意一寡这正常的代志啦无法度国际局势就是安尼。那希望我伫网络顶管有写一篇对讲即个。算讲嘛是伫骂即个罗西亚就是骂即个普丁就是因为我人有一句话人讲即个强惊勇，勇惊雄，雄惊无天良就是即个感觉啦。我讲你无代无志要去侵犯别人国家，是真无天良的代志啦这咱就无搁讲大概是安尼。讲等下咱家己做节目本身啦就是做这段时间以来40集啊这是第40集嘛经过一段时间真长你会发现讲做台语的频道确实甲真侪咱打主流看到频道无啥共款所以真无共款，因为你语言上你就真侪用词，你就爱用去思考。所以有当时你甲别人交流的时阵嘛，有较一寡困难，你知道其他 podcast， 因为伊可能无法度去听看卖你伫讲啥，因为伊听无，伊无法度体会你所讲的意思是啥。
对啊，所以当然嘛有拄着一寡 podcast 就是伊会愿意听吼，啊伊嘛会使顺续学台语吼，顺续问甲我开讲有啥问题，反正就传个信息来互我，等等嘛会使熟悉一寡真趣味的人，嘛有吼，包括进前因为访问，所以使熟悉着即个江世豪先生、江先生吼，啊个即个。郑顺聪郑老师吼，等等吼，啊当然，Alton 吼，等等，熟悉真侪趣味的人，这对我来讲，讲无着歹势啦。啊，所以有这个机会会使，可能过去我无一定有机会通啊熟悉这个人，但因为透过做这个节目，因为网络的关系，所以确实对我来讲嘛是真好耍的代志，所以这是真大的收获啦。当然嘛真忝，因为要准备功课，要做真侪功课，做真侪资料，真侪心，还佫写稿，因为我有写稿的习惯，我认为说写稿对我来讲较稳定。当然咯，你像讲我若要讲啊，想者想讲，我有啥，一两三是要讲，毋过吼，我毋捌写过惯势吼，就拢安尼随缘啦，有当时跳来跳去，哈啦，以早讲话就跳痛啊，东南西北安尼呢。也无安定咧，听有就听有，听无我就无我。对啊，所以我家己伫做节目吼，我好处就是讲，因为我有写稿，头前较辛苦，但后壁我伫加的时阵相对较轻松。我大概加一个，我伊的规个咱讲结果，就是讲伊的规个过程，大概当时该是啥物我拢知影，所以我只要知影讲我到尾要放音乐，到尾要放音效，放的，就差不多啊。然后一寡像咱有当有一寡喙烂的声，这加减拢会有。我是讲声无声有啦。我会加掉，还有一寡可能咱扫啦，加减啦，无爽快的声啥会加掉，都差不多啊。所以我伫做的时间相对较紧，后壁啦后坐时间较紧。但是头前准备就真开时间，我就捌讲过，我捌讲过，虽然负责无代志的，你负责无代志啦，无代志我负责啦，有代志就有代志，无代志我负责。哎呦，对，你家己做40集了，你这个感想，因为我知你有当时嘛会分享互一寡少数一寡朋友啦，少啦，因为尾啊吼，我感觉我会感觉，因真是无时间好听。我传来有些会造成伊的困扰，要甲我回毋甲我回歹势，买了我就真少，那随缘啦，我即摆来分享一个讲阮行路的代志就好啦。我有实在，我遮厝的甲去遐地方，差不多半点钟有一个阿婆啊，到今年90多岁，比阿边的妈妈佫较侪岁。对，90多岁，伊毋是听，伊是我甲伊开讲，因为阮一个朋友的亲戚，去拄着这阿婆90多岁，哇，足厉害，甲伊讲话正清楚，而且我即摆甲伊分享，互大家知影伊是啥物物件，真正奇迹的物件。伊有2个后生，会甲我讲甲偌详细呢。介先我放互我就是甲伊行路倒转来伫伊遐坐一困啊。伊就2个某甲伊开讲，就讲互我听，我就某甲问讲，我讲你的几个囡仔？我2个后生，2个查某囝，我大汉伫台北而且拢讲甲足清楚就对。一个细汉的后生无娶，无娶拢伫外国，拢伫外国上班，即嘛转来啊。伊90多岁，我袂记你甲伊问讲，你细汉后生几岁？我袂记你问，我有啥无啥袂晓讲。讲安那细汉嘛，40外岁有啊。你哪讲对啊？伊90外岁，50岁无都生啊啦。90外60外啦。你若讲40来生来讲，60外啦。无啦50外啦，你若40岁，我都生差不多50外啦。无啦，无遐少的啦，伊60外有啦。迄看迄形体，应该可能无嘛将近60。连讲我来甲纠正。因我就甲伊问真好奇真好闲。我甲问讲，恁咧食饭3顿要安怎处理？因为伊90多岁啊，因囝咱莫甲算偌济啦，算60就好嘛尾后食嘛是可以啥无啊？我就甲伊问，伊就安怎讲？无啦，阮迄阮虽然家己食，我讲哈伊无买互你食，讲无，我家己煮啦，煮较济伫2楼嘛，虽然一层楼安尼，我若煮较济我会烹热互伊食，我甲摕热互伊食伊佫甲我摕起哩，我讲
我就足好奇啊，为什么呢哈？伊讲吼，这个太太太有智慧哩，安那讲，对啊，无啊。我吼，若摕吼伊食阮囝吼，伊应该是安尼想讲，伊都无煮互我食，我佫食嘛，老母话安尼吼，会歹势。这是迄个95岁这个太太讲，嘿，伊安尼讲互我听啦吼，讲了足好听足水，是毋是真安尼？我是毋知。伊讲，因为我若伊就甲我佫摕倒去哩，因为我知影啦。伊若是讲甲我食，我连敢佫摕互食。伊可能想讲，伊都无煮互我食，佫食妈妈的，应该是安尼啦。所以吼，尾仔因着拢各自为政。我想讲，这个年纪吼，会当安尼，毋是伫美国生活呢？美国咧是讲18岁了，你著囡仔独立起哩。虽然家己拍拼，毋过咱台湾，你甲想看觅，这是毋是一个奇迹咧？伊95岁。因囝咱甲算60岁看真开啦，你甲看，伊到到目前为止虽然迄前几工前尔，我佫去行到遐，我本来想讲要去找伊开讲，因为甲伊开讲，感觉足好，真爽爽，爽爽，舒服，真爽爽。迄小做爽爽是迄个客家客家话对毋对？毋过啦，正式客家人可能加减听有啦，虽然是无标准都真好，安尼甲伊讲话安尼，就去甲就因囝拄伫外口安尼，伫遐坐安尼，因囝改成有功夫，做一个什么皮还是做咧手工就对啦，真冷啦，可能是。外国西方带了关系，无像咱遮讲，咱遮做啥人情味啦，人迄咱无讲伊毋对，可能迄是一个环境上的问题啦。伊就甲我讲，我讲恁请问恁妈妈伫厝诶无？伊讲我甲伊无讲无熟啦，拄几落届。伊要讲敢若毋讲，我嘛紧，甲伊讲，我过去看者，甲伊去互想着，伊早起讲。去看一个朋友跋倒，伊妈妈95岁啊，朋友几岁我是毋知，伊妈妈朋友啦。安尼我甲伊听起是，这个无载伊去是伊家己落去了家己坐车的款。无，这个太太，这个95岁，这个阿婆伊拢伫伊大遐行落来街路坐公车，甲去罗东。对啊，就坐车，伊是伊就是迄站拢爱行路呢。对啦，嘛拢无因囝在所以伊非常独立。我就甲伊开讲，甲即个先生，我甲伊讲，恁兜是毋是拢逐个遮尔长岁数安尼？我就伫甲问即个问题。虽然伊真冷啦，我袂要紧啦，我就懵甲伊讲安尼伊无甲因啊，安尼想者动者，我特别讲，敢若嘛无咧，嘛毋知咧。阮爸70外岁，毋过伊是意外啦，意外敢若车祸死安尼。其他人呢，敢若好像嘛无咧，较乐观啦。意思就是讲，因老母较乐观。我讲有影啦，心情是真重要诶，较是有影。心情真要紧对啦，像我嘛爱转来煮暗顿讲安尼好，无要紧啦。后盖我若有闲起来，我再过来甲找。阮即个朋友今日过找我拢互伊带出场。迄个我一个好朋友，伊拢会开车，我载我去人山啦，还是要去行路啥，伊拢会来找我。安尼讲好，有机会咱过来去找迄个阿婆啊。可是像你拄仔伫讲乐观即件代志，确实是。比如讲，拄仔伫讲新闻看较济了，因为关心的代志的关系，所以你当然心情受到影响。但咱家己本来就是做即款的调适，就是慢慢可以去适应即个物件。讲，毋管日子爱过爱过啦，你家己像你讲的乐观，其实对人的健康确实是有帮助。差真多当然。即个物件袂使摕来讲，即个郁症，即毋是讲毋是郁症的人，嘿，忧郁症，毋是得着郁症的人，你讲叫伊较乐观就好。嘿，即袂使安尼讲，但是咱讲一般人来讲，你若无郁症的即个困扰来讲，确实有的人会较乐观，有的人较悲观，即拢有无共款。但乐观确实对身体，我认为是有帮助，心情对身体是有帮助的。当然了，我会感觉即个讲忧郁症来讲。我的想法一般有甲人较无亲像啦像我拢感觉讲，
药啊啦有吼，总咱的人啦人无好吼，有药啊总比无药啊较好。因为你通啊治疗，你有物件通啊，互你对症下药啊，你的身体你会较好过。我拢讲我甘愿，我还3年快乐，我袂10年的拖磨。这真经我定定嘛拢有这个想法，有这个讲法。这是较是真实的问题啦。啊，毋过有的人迄是看个人的想法啦，无一定讲对甲毋对啦。我种的代志吼，因为这是医疗专业吼，咱无方便讲伤济，这咱毋是咱的专长。不过嘛是甲大家提醒是讲，以目前现代看法来讲，就是我种其实毋是单纯的心理问题。这其实甲大脑有真大的关系，甲你咱讲内分泌，你大脑内底真侪信号有关系。所以该真侪代志，譬如讲你若内分泌，咱讲内分泌失调，你若有一寡是体内一寡即个，我毋知内分泌咱大概有一款的讲法无，像即款的物件，咱嘛是会食药啊，对无？你讲我最近比如困无好啦，或者是定定不调啊啦，啥那医生来甲你讲，你这是内分泌的问题，你嘛是互你药啊，你嘛会食。我袂记你迄句话安怎讲，意思讲咱讲咱身体欠啥物货失调安尼啦。类似安尼啦吼，所以就是会有即款的问题，是你嘛是会食药啊。所以同样，你拄着我情，你来想讲，伊毋是心内的情形，其实伊甲大脑有真大的关系。你当然嘛需要食药啊，或者是讲即个药啊有适合你，无适合你，这会使回归到即个医学的专业，甲医生进一步讨论。譬如讲，有的人会讲，我食这个人规工咧戆无神，拢无情绪，我敢若无心人，或者即个会使甲医生一丝一丝慢慢讨论调整到，绝对毋是讲休就停药啊。毋是讲我胆食无效，随拢歹食这对你毋是好代志。一定爱去换药啊，试看啦。你若真正讲即个医生甲你讲，讲袂下，你就讲无适合换医生嘛，无要紧，拢无要紧吼。但是毋通停止即件代志，该有的治疗爱有，绝对对你家己是有帮助的。我算迄个手机游戏也有够害影，我就想讲做吼，我不爱算啊，已经算偌济了。我等袂着，我来做个那电话没事。游戏成瘾，无紧啊，你说无要紧啊。正经咧，安那算就安那算啦。毋过我有时我嘛会一直伫阮会讲，我创啥开这一时间，够害咧。就想要甲定，有快乐是无毋对啦，毋过呢，拖这真济时间，有时嘛足后悔。原来想讲，若真正叫你迄个时阵莫做即件代志，你嘛无一定会有法度专心做其他的代志啊。家己会欢喜，家己处下啦，这虽然处下。对，毋知啦，袂去试啦。今日再试看卖，以后再来甲大家分享，讲你到底即个手机游戏你即个游戏有禁掉啊袂？以后再来甲大家分享。即有较减啦。尽量莫，较减就有啥吼？这讲敢若国中生当伫耍即个电脑游戏，算敢呢，真当一暝的时阵共款安尼。有较减，因为吼，我一直是讲，奇怪，你做城市的人吼，是安那遐搞，是遐厉害哈。遮苦安尼，一直甲你教，甲你声咧，互你白等。是，有些会气死，是安那会袂贵哈。伊是啥物脑，我就想拢无咧。甲伊拼咧，拼安尼拼输伊咧。咱若听众朋友有即个甲宋宏志共款有即个游戏成瘾，耍游戏这耍袂离北袂离的即款镜头，毋是游戏啦，毋是游戏哦。那南部讲游戏吼，毋管啦，毋是吼是游戏吼，手机仔游戏，手机仔耍的即个 game 啦，即能体吼，然后迄个北袂离的共款的情形吼，咧老话讲甲即个宋宏志鼓励一下吼，你做伙去了解一下是安那。是讲爱去了解就对。断舍离，然后到时候讲好多断舍离。有够困难，你知无？那会安尼哈？这就是做游戏的人厉害的所在啊！这是有专门的一寡研究，对人的心理的状态的研究的。所以讲，你有小讲什么叫断舍离？确实有困难。那就是功课啊，就是因为困难才是功课。你这简单就做到搞，有啥物好讨论的？修行啊，袂够伊。咱继续修行。咱现在一开讲，本想讲毋知要讲啥，一开讲已经40多分钟啊。是哦。啦，甲大家嘛，今日无故事。无，我即马讲一个笑话上简单。好，上尾啊，互你结尾。上尾啊吼。
就迄个艺人的遐足够讲笑开，伊就两个伫咧拍拉凉。我吼即支骹吼正骹无去看骨科，我去高雄吼，互高雄一个足有名的名医吼，甲我处理，你知无？你知影来？我行你看，我即马拢安怎行？我拢蹬因啊，安尼行去，拢直咧蹬，伊拢蹬因啊吼。就你讲伊骹关节袂叮当，就拢定安尼出。袂弯袂啊，迄落就拢举起噗，做转因啦。伊甲你讲诶，就是你讲一个笑话呢。过一个啦，过一个就过来讲啦。你咧算啥？我吼去台中吼上有名外科医生甲我开刀安尼哦。你转因啊尔，我安那咧，我画圆箍啊。卡是爱安尼揪个头前。安尼我讲，安尼无人以前有啦，栓塞啊。中风的无，中风有些伊安尼拔嘛，你骹小抱一个圆箍安尼画哦，我拢画圆箍在行，我咧讲你算啥？好，过来过一个上尾会哦，讲恁这拢无算啥，我吼伫台北上有名的病医，虽然有名，虽然甲你算去想啦吼，我吼迄是权威的权威啦，权威啦吼，权威，甲我手术的，恁迄拢无算啥。恁有转因啊，画圆箍啊，我拢甲你脱掉。现在一点骹拢无啊，我毋知，伊就直讲笑讲，恁画圆箍啊啦吼，恁转因啊拢无够，我拢变切，我拢甲恁脱掉啦，擦掉啦。迄主持人啊，笑甲袂晓讲，毋知要安怎甲伊回答。三个权威骨科，甲伊的骹手术了，拢。该拄着就是爱拄着，这是讲笑亏啦，毋是讲真实啦。简单讲，应该是这个意思。啦，太好笑啦！你讲来变安尼吼。好啦，来，咱今日时间差不多啊，即个拢无故事吼，就是单纯开讲啊。当然内底有讲到一寡较严肃的议题吼，嘛有一寡较趣味笑亏的物件吼。当然主要嘛是互大家习惯听台语吼，咱罔开讲的方式是安尼吼。既然讲故事，毕竟是有故的物件。所以当然即个节奏啦、结构啦，拢会无啥共款。即个单纯就是开讲，互你听，互大家听看觅讲，比正常是，尤其你若是较无遐习惯用台语的人，拄开始伫练习顶，你听我讲台语的方式。我是用较慢的语速，吼，我即马吼，我嘛有尽量放慢啦。好，咱这一集就是到这为止，大家。即个罔开讲尔啦吼，所以嘛无讲有啥物故事内容啊，只是讲就是共款，大家若对咱的即个节目还是对咱的单元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拢会使留话互我。有啥物想法 ？Mixerbox、Firstory 拢有，拢会使。有啥物想法拢会使留话。当然你嘛会使到 Instagram、Facebook 查找亚特聊聊天来甲我互动。咱今日到这咯，第40集，咱后一礼拜第41集再见，好，拜拜。OK，拜拜。